后来这个寒流来冷机机，但是厝内底只有冷气无烧气，所以就有网友提出一个问题，请教大家：外口是8度，若是内底开冷气开到26度，安尼是毋是会变温暖咧？结果气象局考试讲无知识，讲这个冷气是咧降温呢，愈开只会愈冷，都爱开烧气才有效啦。师傅嘛讲，确实是无路用，也是买一个电烧炉，或者是换一台冷暖气，安尼较实在。天气真正够冷，气温敢若8度台北，后面将伫厝内也是寒甲鼻鼻喘，所以就想出这个撇步。将冷气的温度调到26度，有民众伫网络顶悬来发文章，讲房间内敢若冷气无烧气，是讲台北的气温大概敢若8度，若是冷气开26度，安尼是毋是就会烧？有网友就伫下骹留话笑讲，这物理是体育老师解释，更有人调侃讲，啦，开28度就会烧啦。太扯了吧，越开越冷呢，因为冷气是降温的，越开会越冷，要开暖气才有用。哪来的？异想天开啊！因为你要用的是暖气啊。听到这波，民众拢笑出来，因为就算将冷气的温度调好悬，看这个电话安尼是，都知影冷气的摄挂机无在运作。它都处于送风状态，我现在把它调成28度，它还是16度。室内的温度是几度，它就是几度，不会有暖气的情形发生，除非是你室内有做暖炉什么，它吸回去的风。是热风，它的温度或许会升高。师傅解释讲，将温度调好悬也无路用，也是买一个电烘炉，或者是换一台冷热器较实际。面对着寒流，出门在外，有也有休啊，就爱穿好调。伫厝内也爱做好保暖的措施，要过也是卖乌白乱用技巧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